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篇，以赛亚书第2章第1到第4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论信心。在没有分享信息之前，要先跟所有的父亲祝贺父亲节快乐，上帝赐福。信心是什么？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角度的经历、了解以及思想或是看法。圣经的观点则是非常的清楚明白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，希伯来书第11章这样说到，就是说全然的依靠上帝，就会看到那个看不见的将来。那么我们要想的是，信心到底是什么？信心对所有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不能看见的事有肯定。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跟道理，但是在实践上却是相当的不容易。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中来看几件有关信心的事情。我们从旧约新约举了几个例子。我们看到以诺，他跟上帝同行300年。这个同行300年这么长的时间，其实是需要非常强烈的信心才能做得到的。创世纪第5章22节，我们也看到了挪亚，他衔命来造方舟。许多的画家喜欢画这个船已经盖好的时候，或者是已经有许多的动物在船上，或者是大雨大水已经淹没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但是牧师认为，真正的信心考验是在方舟还没有造成之前，在大水还没有降下之前。对于挪亚以及他们的全家，这一段期间才是真正的信心的考验。我们可以去看创世纪第6章到第9章。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受呼召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来跟随他的时候，亚伯兰完全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。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，他也遇到很多信心的考验，比如说遇到饥荒，思考生存权，所以他欺骗；遇到生儿子的事情，他们觉得不可能；献儿子的事情，还有他的侄子罗德跟他争取财产的时候，优先的选择权。我们可以参考从这个创世纪第11章以后的记载。我们也看到摩西，他领受呼召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必须要跟强国埃及之君法老王来谈判，让众多的以色列人相信他，这也是一个困难。然后愿意来跟随他，愿意来过红海。他们也遇到没有水可喝，没有食物可吃，又要带领管理以色列这一大群的乌合之众，要与当地的族裔
来战争，都是信心的考验。我们也看到约书亚，当他们受派去窥探应许之地的时候，却有多数的探子意见相左，但是他们却能够坚持听上帝的应许。他接续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他们是心里刚硬啊。我们如果看到约书亚临终之前这样对以色列人说：“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可见当时候的以色列人的心是多么的刚硬。这在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。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斥责风浪的记载。当耶稣在斥责风浪之前，告诉门徒，他这样子说：“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”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第8章第25节。耶稣告诫门徒有关于信心的事情。他说：“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。”主就说：“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杉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他必听从你们。”路加福音第17章第5节。我们又看到行在水面上的记载。耶稣基督答应了彼得，要让他也能够走在水面上。可是彼得他却因为眼目聚焦在风浪，他而下沉。耶稣就赶紧伸出手来拉住他，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？”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4章31节。以赛亚先知告诉以色列人民，上帝将要聚集他们，让他们从各地一起回到上帝的圣山，在上帝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他。上帝要排除他们前面的各种困难，让他们得享平安。圣经这样说，在将来的日子，圣殿坐落的山冈要矗立在群山之上，要被高举，超越群岭，万国都要蜂拥而来。许多民族要聚拢前来，说：“来吧，我们一起到上主的山，一起往以色列上帝的圣殿。他会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，我们要在这条路上行走。”上主的教诲从耶路撒冷发出，他的信息从锡安传播。上主要解决国际间的纠纷，排解民族间的争端。他们要把刀剑铸成犁头，把枪矛打成镰刀。国际间不再有战争，也不再整军备战。经文一开始就说，在将来的日子，很明白的，这是一个预言，这是一个应许，就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未见之事的切据，就是在预言之中。人必须要有强烈的信心来领受并且跟随上帝。希伯来书第11章论到信心，就提到了圣经中的古人，我们现在称为信仰的前辈。希伯来书从创造谈到信心，
他说，由于信心，我们知道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，这样那看得见的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的。也从许许多多的信仰前辈谈到信心，因为信心他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以及赐福。这不但告诉我们信心的重要性，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如同耶稣基督这样说道。耶稣说，所以你们错了，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？人从死里复活，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论到死人复活，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面的记载吗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，乃是活人的上帝。你们是大错特错了。信心也是上帝赐给历代跟随他的人的应许，信心也是上帝赐给活人的福分，是持续不断的，就如同我们说上帝的同在是过去存在，现在也在，将来也永远存在的应许。如今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武汉肺炎疫情，看起来好像缓和了，但是新的变异种却又再度的扩散当中。就连已经解除口罩令的加州，也再度思考宣布新的口罩令。我们呢，虽然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，都要凭着信心继续的与上帝的救恩一起走。愿上帝因为我们的信心来赐福保守我们。诗篇第11篇，我以上主为避难所，你们怎能愚笨地对我说，要像鸟儿飞入深山？因为作恶的人弯弓搭箭，要在暗中射杀正直的人。根基若崩溃了，义人能做什么？上主在他的圣殿里面，上主的宝座设在天上，他观察世人的洞悉他们所作所为，他考验义人和邪恶的人，他痛恨好强暴的人，他向作恶的人降下炭火硫磺，他用灼热的火焰惩罚他们。上主公义，他喜爱正直的行为，正直的人得以朝向他。恳求上帝赐给我们信心，愿意全心的倚靠，诚心的敬拜，让我们以信心来面对生命中许多的艰难，靠上帝的保守来得胜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